Hello，我係你嘅職業拍檔 Elvin， 今日同大家睇到一個1269尺嘅4房雙套單位，而呢個單位發展商係請咗設計師去做一個裝修俾大家去參觀嘅。一入到屋，設計師保留咗發展商跟樓嘅大型鞋櫃，做到頂㗎喇。然之後入到嚟飯廳，做咗一個8人嘅大圓桌，空間感亦都非常之足夠。飯台嘅左手邊有配備咖啡機、紅酒櫃，而且亦都有一個小型嘅全酒庫。呢度亦都配備咗一個雙門嘅雪櫃。客廳設計師喺度做咗2張6人嘅大梳化，可以睇到個空間感仍然都非常之足夠。之後我哋嚟到第一間嘅套房，呢個套房好適合家中嘅老人家居住，因為佢有一個企缸嘅設計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嚟到睡眠區呢一邊，呢一邊係分個間隔就係2間客房加主人套房，而且你可以睇到發展商做晒家私之後，個空間仍然都係好足夠。第一間客房同第2間客房嘅面積係相若嘅，客廁亦都係發展商特別調製嘅顏色，橄欖綠配色非常之特別，非常之靚，而且亦都有一個浴室寶。但係唯一一個唔好處，呢個係一個黑廁嚟嘅。設計師喺呢度做咗一個衣櫃加啲儲物嘅空間，而且呢度有一個 L 型嘅梳妝台，設計得利用個空間利用得非常之好，而且呢間主人套房3邊落床絕對冇問題。發展商其實而家已經公開預約俾大家去參觀。如果想知道呢個單位發展商嘅指標，歡迎留言俾我，我私信俾你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